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嘅研究第九集，每集有10篇哈。今日嘅主题係集體語言運用嘅共有110句啊。第一篇第一部分課文141語對照錄音，第83篇。提供各位鄉親大家來研究客家白話文嘅應用，大家都會記得學習研究最流行嘅就係應用啊，應用啊，冇到應用啊呢。所以一個集體語言到底有多種？一個哪些能夠作詞作曲等方面啦，能夠善用一個集體語言啦，會增加一個內容以及神奇嘅素材啊。親像今日所表出，不是表出嘅新時代嘅戀愛，由陳淑芳小姐所創嘅，不管是一個曲也好，詞也好，作詞也好。創出來嘅也好，係話皮帶嘅跳舞等等都有高度嘅善用一個單詞、形容詞、一個俗語含有教育嘅作用等等。集體語言嘅運用可以講啊，客家歌曲地圖裡當首，非常嘅少，有一種嘅歌曲。所以希望各位鄉親能夠善用呢度學習學起來嘅客家嘅，不管是歇後語、俗語等等東西啊，都嚟善用在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啊。一個歌唱啦、做戲啦、團練嘅俗語，一個講古等等方面啦，有動態嘅好處。再講到本調查研究係以語言為主，本篇特別以集體語言嚟這個方式嚟做意思嘅表達同溝通嘅方式，熟悉整理出來，提供各位鄉親大家嚟應用在一個演講、戲劇、唱歌嘅等等善意嘅表達方面嘅應用。增加意思表達嘅效果，經過長期嘅調查同所談所看啊，各體集體語言都有共同性。一般嚟講，都係情緒動作嘅表現。當然，也有主體，就會主角同副體、配角嘅分別，也就係集體語言嘅動作。為了加強意思嘅表達，可能就有2種以上嘅複合動作嚟做一個表達。集體語言呢，可以講包含五感、一個耳功等等，有五感、手腳、腰脯、個肚臍、背囊等等嘅動作啊，嚟表演，比一個以下所講嘅一個術語、手語嘅方式表達啦，更之完善完備。本篇上次已經有將眼神、嘴型、手部呢3部分，已經在前部分呢有講有在做一個屏東直播、天直播以及客家天直播，有一個播圖嗰個嘅，亦叫今日同大家所講嘅呢，就是頭腦嘅部分以及其他嘅動作嚟記憶說明，本大家嚟做一個參考應用。好，第幾度嚟講頭腦嘅形況姿態，一樣嘅來做一個表態呢？先講一個本題嘅
题目嘅图片啊，嘅通基啊，通基乐通可以讲啊，运用了一个需要嘅部分咯，因头一个照片之中，一个头戴风丝样，一个树呢，脚呢，背囊呢，等等嘅综合嘅表演啊，所以各位乡亲，大家对一个应用，也係講運用非常嘅重視嚇，學習不但就係應用中國嘅機會咧，一個應用就是對睇人家嘅欣賞，對到睇人家嘅睇嘅錢嚟表演嚟喪失上本一個表演嘅人啊，也就係功德，也可以講啊。是一個業績的，所以講啊，一個肢體語言嘅重要性係在呢隻嘅。後來我哋嚟講第四部分頭部，頭那部分應用嚟表現，嚟表態個人嘅意思係在那裡，一個非常嘅重要，後來我哋嚟講搖頭。搖頭表示講啊，冇同意嘅意思，唔係同意嘅樂同哦，搖頭也係同意嘅樂同啊，係一種啦，否定不同意嘅意思，一般講嘅啦。第二呢，見啱頭，即同意嘅意思，見啱頭，啱頭嘅樣式方式一樣嘅咯，團練下嚟，假設係做表演人員，演技方面啊，特別嘅嚟做一個研究同熟絡，搖頭見啱頭就表示喪失。第三呢，皺頭呢表示無可奈何，想辦法嘅意思，見皺頭呢，當然，皺頭呢是用兩基數字嘅，它本是按嘅。第四，仰頭變雜，就是這個關於講啊，是精疲力盡。嗰做啊路都蠻巧嘅，講到一句話呢，會想到面到，頭班人一個脫氧嘅時節，左手啥右手啥，按個腳去踢。嗰個攞做下機會就腰強背掉，仰頭變雜安啊！一個就講啊，左啥右啥腳去踢嚟去到一邊啊！一個就我個奶奶我山下，以後用觀賞呢，它紅一段，一個就變咗一個用嘅一站一點呢，希望各位鄉親，用活類嚟做這個研究，聽頭來到，頭淺到，頭淺表示壞色嘅意思，壞色嘅意思。一個頭來同頭淺有冇相同哦？頭淺是表示急嘅事情。錯急乜嘅事情，該急啊，衝過來，一個衝要讀衝衝過來。見fins頭就是不得了嘅意思，或者是一個好壞嘅不得了嘅意思，見fins頭按各位就冇講啊，我嘅是龍行見fins頭，有一種嘅講法啦，第八，聽我盤那下，聽我就是向後背彎下去，表示全面都係失敗嘅意思。講下說，嘢都失敗了，是必困咩？是本意困咩？聽我盤那下，第九，加強
加减头，加减头，表示好友好嘅意思。各位乡亲，一点呢，遐还有流行一个嘛个喏，性骚扰啊，头摆那有啊吼，头摆个世界就录音家拄到声音的时代个，不，哦，那个调儿帮个名一下。你头摆都正常的事情呢，但是人家还做唔得了，因为讲啊，那个性骚扰，关于讲性骚扰安尼吼，毛头都讲性侵哦。好，第四，两手揽七头，两手揽七头，表示无事可以做啊，哎的，而那了喏，俺唔当两手揽七头了个样吼，好，第四位。头戴绿马，吃饭；头拿戴绿马吃饭，也就一般是个我班那个吃饭啦，但是同一个做上司的不一样啊，过去也系有戴那绿马吃饭哈，所以各位乡亲，在不一样的世界啦，看到你呢你面不卡嘅世界啦，一个冇绿马而上强喺下來。下來嚇，戴綠嘛唔好入面嘅躺下啦，咁啊，除非係做些工作之中嚇。第十名面趴位攝斧頭，面趴位攝斧頭，表示粗魯嘅人。以前我哋看到，有一種人呢就會做飯呢，賣煮嘅嚟做些事情，我表示唔係粗魯嘅人。就係用面趴位攝，也都獵，有按到攝啊斧頭行。第13，斧頭也一體節，斧頭也一體節，頭擺就講買嘢嘛啦，有句話啦按，就是人有不懂事嘅意思。給斧頭擺嘅斧頭呢，是用給斧帶，所以斧頭那個嘢啊。一體節，一個嘢呢就宋詞的詞，也就是哈。第15，頭拿鴨餅，頭拿鴨餅啊，一個鴨用嚟寫就是殺頭嘅殺，有時邊嗰個改好嘅改，冇錯事頭嘅啊，叫做鴨餅，就是好解，應該按改啊，鴨餅，快嘅方面啊。一個第15，屁股跌越高就做頭擺採茶去有個亞洲嘅，有3個人，一個首先亞洲嘅發單啊，亞洲嘅出嚟嘅時間呢，屁股行就跌為教育，對教育，一個唔係講教育嘅好，一個向前啊。伊講好耐嘅時間，教育用嚟講教育，安尼話，嗰邊咧教育，所以好多客國人全部喺度語言溝通嘅重要嘅東西啊，喺度學講啦，教育唔好講教育，安尼喎。好，第16，嗰個腳頭邊入無糖，一個就係上司方面咯，一個要注意。人民黃堂嘅時節冇比腳頭，人民木道理嘅時節冇係立馬等下行起來，下來。第17，行路切頭見上確，見上確，一個表示酒醉嘅意思啦，身體尿過，所以一個行路親像一個。中飯頭落飯頭樣嘅，落飯頭各位鄉親睇個點喎就是表一粒定一下，表一粒定一下，那麼本調嘅是係，所以講行路一種情況啊，就食酒醉樣嘅食酒醉樣嘅，一點要注意腳一個行路切頭經常確嘅，經常確也可以啊，酒醉嘅人就安尼啊，也身體樣。18，頭高風使用，頭拿高風使用，高就是腳，一個那個米字旁，牛屎片，所有的交通係高，
高背线啦，投到风师用就做铜旗铜旗个意思讲旗筒俺哋客家话讲铜旗。第18，每前后反向来带，表示失败嘅意思失败嘅意思。20，缩降近一缩，表示乜嘅咯？不願意，唔愛唔敢忍，也係講唔愛嘅意思，也係講冇嘅意思一個縮頭那一縮那個乜嘅意思。所以在戲劇嘅表演嘅中間呢，亦都語言要注意像像土方嘅一個石妹按講嘅石妹兩手攬七頭了兩手攬七頭了。表示冇事情可做，或者在看人家。大下呢，如果兩手兩條閒打七草，冇事也係都冇事。勞事咩？就個冇事。勞力嘅就個冇事做行來行去都打七草嘅意思。好，再請大家來看第5部分，其他嘅第嘅姿態與語言，如數落腳。如數落腳就將從嘅通有上大嘅意思一個開始上大，如數落腳也係其他緊張嘅事情。第12，踮腳呢就比上面嘅動作有個改變，比一個真踮腳一個看在乜個地方，如數落腳有見踮腳，也都緊張嘅，表位第13，示範鼓腳，鼓呢示範，就是個無擺那個示範啦鼓呢示範，一個按過講到鼓，冇鼓人複下嘅。嘅肉鹽下嘅都妥實咧，都妥實咧第4，呼腳嘅長短表示生活窮苦浪漫一個做些事情不是為愛呢看到呼腳長短腳嘅入行嘅啦第3第5腳上下緊嚴表示企圖有乜嘅想得到嘅意思。但是雖然你冇嚴腳，我了解嚴腳。第6，一個呼腳一出，表示不幹，唔會做離開嘅意思。冇錯講師傅一拍就這回一個就講呼腳一出一出就可說的說嘅一種講法為假用詞。第7，事故嘅緊要，表示輸氣，唔高興嘅意思啦。看到阿伯阿姑事故嘅緊要要小心。第8，這個拍師傅就表示佢都講過離開意思。拍同撲強音拍同撲強雜事，但是音不同拍師傅，撲師傅是鼓勵嘅意思有時也是鼓勵跟撲嘅師傅，然後按切假嘅時間呢，表示冇才講冇才講有這種嘅情況。撲師傅有兩拍師傅同撲師傅，睇人家撲也是切假撲第10，拍向撲向前，表示有信心，保證嘅意思，撲向前。所以做戲嘅時間表演嘅時間呢，撲向前有乜嘅意思第11，一個撲心肝，表示相當嘅危險嘅意思，好架菜要講好菜。第12，落心肝，落一個將軍嘅將嘅一片跳數片，就安慰急救嘅意思，急心肝緊落
第13，隨心肝就是無可奈何，唔知按樣辦嚟做，相當無才嘅意思。隨心肝啊，命屁公咯，表示個衰嘅意思，有時也係講啊壞事，所以看做戲嘅時表演嘅時節，看人表情是樣嘅第5，幫你吹嘅就相看那是呢，相看啊。第16，M屁公表示佢粗，也係非常嘅多，也係一個M屁公表示嘅意思有幾多啦？其中是講佢粗嘅意思。第17， M 義公呢表示唔會聽，反對嘅意思。義公 M 呢，呢個實在幾神奇哦。有人 M 義公輸啦，要佢，到底會聽啊？唔會聽咯，最要緊啦。第18，若臨胸前表示閒情閒閒，莫幹閒事嘅意思。樹臨胸前。19，兩樹臨胸前看田啊，表示不幹事情的意思。臨胸前有2種，一個是閒閒的意思，另外一個看田。好，第20，一個背翹翹，有講背下下，也係講鋪背，一個假設天然嘅是那個身體有問題。一般嚟講，背下下是表示上做事做當忝嘅意思，當忝佢攰呀，佢攰。第21，嘅翹背就是鋪背嘅，水木兩頭唔搭斜，也就是做事冇按你做冇，按你做冇嘅意思讓佢嚟做都冇格意，一個圖形象。表演一個鋪背嘅。用嚟做老人家嘅行通啦，一個頭水木嘅，水木一個兩頭冇搭斜，形容詞，但是可以拿嚟做一個表情嘅作用。第6個天嘅部分，心肝卜卜滾，心肝卜卜滾就當緊張嘅意思。心肝合合滾有乜個意思呢？想愛到健康嘅啦，看到嘅事也唔會安靜，想去追求心肝都合滾，係合滾，心肝卜卜滾就個強嘅意思。第4就風鈴，我有個圖風鈴，北方人講在嘅改傾嘅意思，就上馬嘅意思。但是表演一個冇用過好第6一個意思，一個變奏就王八無理嘅反對變奏也冇按屁泡泡到冇得人變奏，按一個壓牙的意思，佢堅定佢堅定的意思壓牙生詞。一個生詞呢有2種寫法，一個是用那個金絲片做個弦，前頭牛嘅出就帶回去，彎嘅就伸嚟去，本樣嘅生動一個生皮壓生詞，就是牙齒壓呢，按牙嘅味道，一個圖喺度有相信各位同鄉親，一個做表演嘅時間，按樣我嚟做。集體語言生詞用嚟表演，一個見音腳，即係有事情咯，心事重重，唔對，用我哋解解見音腳，面紅紅表示壞事也係發乾嘅意思，面紅指甲，耳赤赤，有特別別啦，耳赤赤。表示發乾嘅嘅乾嘅意思，赤有嗰種赤有嗰種赤，有兩種語言。
心肝合合棍，聽到講過喲，非常上愛喲，嘿嘿，一個合合棍，一個合字嗰個心是一個心，那個豎心旁嘅心嘛，哦，合合棍，免費費就是講啊，免熬一片嘅意思，唔答應，免費費，一隻費是歷史加上一個過去嘅過一片啊哈，免費費。免傲傲的意思，傲呢就是驕傲的傲，傲驕傲的傲，你视频问我挑书片，安尼哈，我傲傲啊，表意膨脹啊，表意表登，冇到表意就膨脹，個以聲音增加嘅情緒啊來發現啊，表作表登意思相同，其實呢。梵文是插快嘅，哎呀，做唔得啦嚇！是翻嘅時間，一個快嘅冇插到這個文行，講啊有數片啊，一個梵文是插快嘅，表示上司嘅風範。第13，嘅夫辣變啊，辣變，這一個外父啊，一個電腦頭作啊，電腦變作啊，外做女嘅來作啊，也下嘅時代，也係成超，也有人調啲安尼做，女夫嘅作老闆，丈夫作地位，啊，第14，老人嘅行路苦痛啊，一個動作有一樣嘅嚟，啊，練習啊。就行通搖通不停嘅意思啊！一個句法我外面的頭髮有句法我有一條歌講，哦，是個老人家是我按嚟做，這樣做，你話？好，第12就是開燈降幾幾度，表示擔頭鬼蟲啊！擔頭鬼蟲啊！第16，木堂檐下古人，個也就講過啊嚇。木堂嘅檐下古人，木古啊材嘅隻嘅嚇，也就改冇禮貌，唔係吐舌都喪失嚇。第17，大門大寬，也就丐幫啊吐舌的幫一個行為嚇。牙沙是沙，表示冇尊敬嚇，但是說來什麼都相同，而來學嘅微笑我要見，微笑就笑眯眯，安尼嚇，能得人想，一樣嘅電腦，頭髮有個公司啊，為了為來訓練員工嘅一個笑容，就每日對人講嘅講啊知安尼。至3倍啊下去啊，每個人嘅面啦，都會有笑容嚇。各位小姐，大家不妨尤其什麼人啊，一個笑容非常嘅重要啊。最嘛怪唔是用鏡頭睇，嗰啲嘅句法啊。第19，送鏡開燈啊，意思上啊不善於啊不尊敬於農事工作嘅人啊，能用送鏡開啊，通常是用。做件就係要件一件嘅啦嚇。第20，做樹下有樹上四腳頭啊嚇意思不善弄咗，用一個四腳頭，用腳頭嘅時間，他概念就是做事在單個，有樹在單個，做事在大下啊，嘅做事在後邊。有數個體力，就用有數多頭前啊嚇，腳頭同鑊頭這兩隻字要注意一下嚇。好，一個開腔中淡嘅一個表情啊，真正嘅圖嚇，特別同嗰個假圖嚟插圖俾大家嚟看。以上幾啲語言嘅表情嘅運用啊，就到咁樣就講到嘅這個。非常嘅感謝大家嗬，大家有一個練習詞
一个呢，希望各位乡亲大家，来呢，一个炼吟诗，不管是一个山歌song 啊，mountain song， 也只有中国人有会哦，哈，一个不管是乐山歌、山歌是平板手条啊，一天都用到炼吟诗，讲话用炼吟诗，那我有一种嘅法。一个顺流河塘入面安尼啊，哈，所以一个中间呢，一个炼吟诗实在够简单啦。嘅中间嘅 R、A、O 也是声母，一个声母，我哋西安客语有20个声母，韵母有20个，但是也只有3个，哈 R、A、O， 声母呢单个嘅，哦。A 来讲是呢，有 V、来、耶、咩、呢、嘅、嘅、B 安尼，第6个呢可以讲啊，個成日 NG 都5个音啊，在後邊哪裏頭前邊我嘅條注意，按個 N 咯，在後邊就5个音，哪裏頭前都聲母就變成 no。M 嘅音呢，5个音，哪對頭前來先就是 morning。M 嘅音啊，一個 G 呢就後邊個科音，哪裡頭就變成歌嘅音安尼。好，一個就是講啊，煉吟詩嘅韻母只有 R、A、O 3個韻母嘅，本吟詩乜嘅呢？本吟詩呢，只有一個韻母冇聲母嘅，這種就按照本吟詩。但是二音同突音一定要有聲母、韻母、聲調3個條件能做得哈。一個就係 A 音嘅呢，就實體字，多數人是 E 音，所以一個西安來講，有為了音咩呢嘅別個音，讀到一個單音字嘅時間。也就只有 R 同 A 同 O 按那個音母和音母聲母單音詩，但是歌數腔也都一個其他嘅腔啊，都係有一個某一個單音詩啊。好，一個就講啊，煉吟詩嘅重要點，以及讀法我用嚟讀安尼哈。煉吟詩有1聲、2聲、3聲、4聲嘅哈，尤其聽2聲嘅。一個紛紛呢，被配音紛紛呢，他用在字，在字頭前是名詞、形容詞，哈，名詞冇做動詞，而一個得到嘅得呢，頭前是動詞、形容詞，也都體系上啊，相同，為了也咩呢嘅別嘅，而一個在字嘅後路向前嘅，也就使言都用阿當，一個那個 R 來做一個韻母啊，就多啊、伊啊、劍嘛啊，也相當瓦拉呀嘛那個八個第3聲，按人就為了也咩呢個別個第4聲，多數人呢就是為了伊咪呢幾別嘅第4聲，一點呢各位鄉親大家來共同研究哈，以上今日所講嘅呢，有半點鐘超過嘅哈。希望大家來研究感情，再見。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